来顺设计师长达12年的设计经验，最擅长现代极简及混搭风。今天的作品啊，又开创一番新格局哦。在开始看今天这个家之前呢，倩云要先给大家做一个心理的这个建设还有预告，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空间呢是非常的有趣，而且设计感十足，它会颠覆你对小空间的一些印象哦。那我们来先请教一下胡设计师好了，胡设计师，那这个屋子的大概状况，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？好的。它这个屋子的话是有2间首套房打成1间，然后它面积大约17平，就是打成1间只有实际平数，实际平数大概17平，然后它有2间卫浴，所以我2间卫浴都把它打深，因为它原本的卫浴的话，它占的面积是很大，大概是整个空间的1/5啊，小套房占这么大面积其实不用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把它打散以后，然后其中1间的话就留给餐厅，然后再留给客厅，然后这样的话，因为原本的厕所的话，浴室厕所的话，它整个结构是用 RC 墙做的，所以它会把所有的光都把它挡住，对，所以我为了要让客厅比较采光跟餐厅采光比较充足的话，我就把它打掉，然后把所有的空间，把所有的光线都留给客厅跟餐厅，就是让其实它的采光是非常的明亮的，是的，对不对？一进门，原本的厨房厕所位置经过变更后，不但出现了圆弧形的造型主墙，幽暗的厨房区也重新赋予采光明亮的条件。一般呢，我们很少看到这么可爱是圆弧形的电视主墙。是的，这电视圆弧的主墙的话，原本是隔间的中间，就2间套房的中间。那原本是厕所的位置，加上这边原本是一个厨具。对，所以在动线上就比较奇怪，比较不流畅。然后这个圆弧的造型的话，其实是要因为楼梯的关系，你节省空间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如果我们有做阁楼的话，我们楼梯的话大概要2.5米的长度，所以我做圆弧的话就可以节省那个长度的空间，因为它整个空间是属于比较狭长型的，对。而且这个电视主墙的背后，听说还包覆了一些你想象不到的空间。对，有一间是厕所，然后还有收纳空间。OK， 所以待会儿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看到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来就这个电视主墙介绍给大家好了。对，这个电视主墙它本身像比方说它电器柜的部分，是在底下这个地方。对，其实它这个电视柜它是有一个厚度的弧形，对，弧形的厚度，然后搭配到后面的楼梯，所以的话，它这边的话就会产生一个空间。对，刚好变电器柜，对不对？OK， 那上面我们可以看到，我觉得我看过你的作品，我觉得你蛮会利用像玻璃的这样的材质来放大空间。那这边一定有你的用意咯。这边的话，其实在它这个电视柜后面是厕所。对，然后因为它采光，其实说它是在整个屋子的中间，所以的话，我用一个喷砂玻璃，然后它有一些收纳柜是在厕所那一边，对，让所有的光线可以进去，然后里面的话就会比较光亮，比较接近自然的光。OK，所以你说收纳的话，我现在看到这些线条不是只是装饰用而已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本身其实是那个收纳的层板。对。了解了。所以那在上面呢，我也有看到这样的线条，那是什么空间的收纳？上面的话是阁楼的收纳，也是一样，就是有一点呼应。OK， 所以你的喷砂玻璃除了让它有采光之外，它的这个层板的线条刚好变电视主墙的装饰。对。OK， 这个设计真的蛮有趣的耶。对，兼顾了收纳跟采光。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从这个客厅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到，设计师要介绍给我们你的采光是怎么样大量引进来的。对，这个的话，原本你看到现在这个地方是餐厅的部分，然后餐厅原本是厕所，浴室厕所，所以它占了很大面积，所以我把这个浴室厕所留给餐厅，然后它采光的话，自然的采光就可以进来。真的，这是一大面窗对，所以在这边用餐的话，心情会很愉悦。这个餐厅呢，麻雀虽小，但是呢，它该有的功能都没有少哦。这个的话就是电器柜，哇，一整面的耶。对，是的，然后上面是有收纳柜，对，然后下面是有抽屉，对，然后因为它这个电器柜它的深度要45公分，所以它会突出旁边的柱子。对，你做到这边对不对？有突出一块，对不对？对，突出大概差不多15公分左右。所以我们收一个类似展示的一个造型展示柜，然后它还可以放红酒。为什么要选圆形？圆形的话是呼应我们跟之前所讲的楼梯还有电视的地方。对，圆弧形的电视主墙。对。
哎，不错哎，它除了造型之外，它还有实际的功用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觉得这个很棒哎，这放红酒真的还蛮酷的。对。那杯子放哪？放在餐桌的底下。我看。哦，真的耶！他把这个红酒杯的收纳放在这个地方哎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收纳柜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收纳柜，对。所以我说啦，这个空间呢小归小，但是它该有的功能都有了哈。那不过我想看到这边呢，大家一定会对这个胡设计师在这个用的色系上面呢会非常有兴趣，因为它活泼而且鲜明。对，我们来聊一下你对颜色的看法好了。在色系的运用上的话，你可以倩宇可以看到，在餐厅这个部分的话，是天花板是砖红色的。对，然后再到客厅的部分的话，它也是延伸一个砖红色，同一个都是红色系，红色系，但比较深一点色差的，对，它是比较类似番茄红的颜色。然后加上旁边的那个框的话是所谓的灰色，浅灰色。然后这个灯的话，我们也看出来，就是说它灯的是为了要软化整个空间，因为它的色系比较现代感，所以我想要软化这整个空间，让这感觉让它感觉更温暖。同时我发现呢，这边也非常大胆的运用了一个我们平常比较少见到的绿色。对，它是草绿色的，它是黄色比较多，所以绿色里面黄色的成分比较多一点。那如果它如果用色的话，如果你真的是真正的绿色的话，太重了，对，太重了，对，然后会感觉就是比较像是托儿所的感觉，对，OK， 所以这个选色是很重要，因为我们是经过跟油漆师傅慢慢的调，一直配色配出来的。哦，所以各位可以发现，虽然以白色为基底哦，但是你当中用的很多色彩，到目前为止都让我们非常的觉得惊艳呢。然后接着下来我要讲的是这个空间，这空间太有趣了，这是一个房间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女儿房。哦，是女儿房啊。对。哦，我还以为主卧室嘞，女儿房做这么豪华哦。是的。胡设计师，这个床还有空间的高度做得非常的有趣，而且有意思，颠覆我们一般对阁楼的想法呢。是的，它的高度大概100公分，然后它下面的话，它在阁楼的下面是收纳的空间，整片都是收纳吗？是，它里面全部都收纳的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其实它是为了方便行李的拿，因为如果我们把收纳放在上面的话，它可能要提着行李，可能要爬楼梯这样会比较累。哦，对。OK， 所以说，你把这个收纳放到整个下方的空间。但它的高度是比较矮一点的，一般阁楼高度的话，床会比较矮一点，就它的整个高度会比较矮一点。然后我是让它的整个高度的话，我下面是做100公分，所以它的床的话，它就有2.4米左右的高度，哇，很舒适的高度哎，是的，不会有压迫感，也不会起来撞到头。对 ，OK， 所以这样子讲，大家一定对这个空间很期待，我们可以上去看看吗？好。现在要去的这个是女儿房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啊，我觉得好棒哦！那小女生住在小阁楼，感觉真好。对。OK， 我们刚刚有聊到说，那就是这个女儿房的下方全部都是收纳空间，储藏室，对。那刚走上来楼梯这个部分也有吗？有，它楼梯也有做一个抽屉。对。哦，那这边也是收纳的空间了。对，它是整排的电视柜。OK。这什么材质啊？美耐板。美耐板哦，哇，所以它这个清洗啦，还有一些耐磨都很方便了哦。这个收纳量还蛮多的。对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女儿房的色系啦，还有这个天花板的整个设计感，就非常的有创意、有童趣。对，其实这个色系的话，选择比较草绿色的，之前也有讲过，对。然后它这个上面的天花板是一个椭圆形的。其实我在之前我用了很多圆，可是我想在女儿房的话，就让它跳出一个不一样的感觉。但还是要维持圆的感觉，对，所以就做一个椭圆形。然后再收到床头这边的话，天花板收到床头这边也是一个弧形的，也是弧形，所以这个就是造型的意思。对对对对。哦，小女生住在这边好梦幻哦。是的。OK， 那我们来聊一下好了。既然是女儿房的话，它这个隐私性你有把它考虑到吗？只要拉起来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窗帘拉起来就看不见了。那平常这样子又不会阻碍到空间，对，就穿透性就很强。很强。那梳妆台呢？女生要梳妆台啊？在电视柜里面。连着电视墙过来，我只有看到镜子啊。对，我的意思，梳妆台要有台面呢。对，它是藏在这个电视柜里面。藏在哪里呀？在这里。哇，好有趣哦！所以
它可用可不用哦。对，其实这个考量是因为它这个空间比较狭小，所以的话，我们还有就维持它整个电视柜的一个整体感，一个平面。对，一个平面，所以的话，我们是把它收纳在这个柜子里面。哇，你看这还有帮他做那种化妆灯啊。对，这个是跟那个客厅的那个灯是有一点呼应。所以它这个里面还可以摆一些有收纳空间，对，瓶瓶罐罐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收纳空间蛮大的耶。对。我喜欢这个梳妆台，又有造型又有时尚感，而且呢，我化完妆的时候，我只要把它这样弄进去，就不占空间。我觉得最好的是啊，就是永远它的桌子都是保持干净，上面不会瓶瓶罐罐沾灰尘。对。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看的是，在这个电视主墙后方，各位期待已久的这个卫浴设备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里面要不要先大概介绍一下？待会进去我们才可以了解。好，其实这个厕所我们是采干湿分离的，然后它浴室在另外一边。OK。对，然后这单纯的就只有厕所，所以当有人在洗澡的时候，在洗澡的时候，这边厕所还是可以使用，不会抢厕所啦，对不对？OK， 那在这个我们还可以看到，先进来好了。来这边很有趣哦。对。你看，这是上厕所，你看它的颜色选择都很，就是业主喜欢的紫色。哦，这是粉紫，对不对 ？OK， 你知道在这个地方上厕所，你怎么会便秘呢？心情都很好。是的。来这边介绍一下呢。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刚才电视柜的后面，对，所以它有很多收纳空间，然后再加上这些喷砂玻璃以后，其实它里面的话感觉就是很自然，不会说阴暗。哦，采光非常的好。对，它后面就是后面的浴室的采光。哦，对。那这边是收纳有的话，这边听说还有收纳的空间哦。是的。来，其实呢，这个圆弧形的空间哦，它最主要是有一个楼梯，是沿着这个圆弧形上到待会要去看的阁楼。是的。那它一边呢，这个弧形是电视主墙，那另外一边这个弧形你也好好的用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另外一边的弧形的话是楼梯。楼梯下空间。对，下的空间，所以我们这边呢有收纳柜。另外一边的弧形的话是楼梯，楼梯下空间，对，下的空间，所以我们这边呢有收纳柜，有收纳柜哦，对，楼梯底下，对，哇，那这个也是哦，对，哎，我觉得我塞进去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对，它可以收纳很多东西，哇，这空间好大哦，对，而且呢，你不要看它这个浴室小归小哦，设计师还帮它装电视，哎，对。一台小电视上大号，一点都不会无聊呢。对，是的，好好玩的空间哦。当然，这个厕所这边的天花板设计也非常的有趣。对，它的天花板的话是上面的阁楼的地板，对，所以我们采光，然后让它制造成类似一个光箱的感觉，然后它感觉就很自然，就好像自然光在一个户外里上洗手间的。OK， 所以呢，连上厕所都要这么享受哦。离开了厕所啊，我们到了这个圆弧形墙的另外一边，它就变成了是主卧的电视主墙了。对，好酷哦。对，这个圆你把它利用的完全呢。对，它所有的东西它整个圆都利用到了。对，像这个的话就是电视墙。对，然后下面有视听柜。哦，跟客厅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觉得这个家就是以围着这个圆为中心，然后去发展出来。发展出来，然后。右边的话，我们面对它右边的话是客厅，左边的话就是主卧室。OK， 那我们来聊一下好了，这个房间整个色系又非常的鲜明了。对，这个的话在床头的部分的话是紫色的，有点粉紫色，这是屋主喜欢的颜色。哦，对，浪漫的紫色，对不对？它是美耐板。哦，美耐板哦。对。因为我们床头的话常会去碰撞嘛，所以的话可能的话，它用美耐板的话比较不会伤到，然后又好清理，对，又好清理。OK， 那么接下来呢，主卧一定要有足够的收纳量哦。对，你说在哪边？在床头，还有在这边有衣柜。哇，这整排都衣柜啊？对，是的。哇塞，这样的收纳量真的很大耶。这个也是美耐板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美耐板的材质，跟那个女儿房呼应。对，呼应，对。哇，好酷！我们现在进到的是圆弧形另外一个出入口了。对，所以它的浴室的这一边。哦，所以shower是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在右边，对。那厕所刚刚是在在这里。哦，在这个墙的那边。所以它有采光，它也是喷砂玻璃，所以它外面的光可以透进来。所以它的浴室其实，它的厕所其实都是很明亮，像在
自然光、自然界中上厕所。对。好，那这边其实还很大的空间哦，因为这边好像还可以放一个洗衣间，对。然后洗衣间，因为这边的光比较强烈一点，阳光比较强烈一点，所以我在这边还有一个晒衣杆，是藏在天花板里面的。哦，所以这空间真的很有趣。是的。那么大家期待已久，我们一直在想说，那楼梯到底在哪里呢？各位，其实楼梯在这边哦。对，是的。我们带大家上去看看。对。你好贴心哦，还有帮我做照明哎。对，这个是 LED 的灯。哦，所以很省电呢。很省电，但大概的话，它一颗大概用量的话，大概1瓦而已。然后它有导引的作用。对，然后兼照明的作用。各位现在一定猜想不到我们坐在哪里，我们请胡设计师来公布正确答案好了。是的，这个的话，现在你看到这个地板就是楼下厕所的天花板。哦，对，不会掉下去吧？不会，它是用8 mm 加8 mm 的强化玻璃。OK， 所以它是很安全的。很安全的。而且这个造型很棒哎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？有点像鹦鹉螺，其实它是配合整个楼梯的造型，所以产生的一个造型。然后它这个的骨架的话，就是其实都配合它的结构。对，所以它有个结构美感。然后它的形状刚好就很像鹦鹉。因为其实阁楼的话，它的高度其实并不够。那你要做天花板长灯的话，其实比较不适合。所以一般的话就做灯槽在墙壁上。对。然后在我这装饰的话，我是用一个，其实也是呼应整个圆的一个概念。所以的话，我就在做比较活泼性的一个考量，就是说，用弦月到满月。所以你有看到的话是有5个圆。OK， 所以将来这个小朋友也可以告诉他，这个是弦月，月亮这样变满月，阴晴圆缺也可以机会教育。对。亮眼又独具风格的设计，让仅仅只有17平的空间，不但色彩鲜明，又能符合屋主的生活需求。以圆弧的电视墙为主轴，贯穿整体空间的设计感。这样令人大呼过瘾的设计，包含拆除、木作、水电、泥作、油漆等相关工程，装潢费用表也提供给你做参考哦。